就这个窗户啊，你饿死了也不能动它一点儿。不信你就试试，你看我让不让你出去？你指定就走不了。养这么多年车呀，从不喊苦不说累，因为喊苦也没有人替你承担，喊累呢也没有人替你干活。但是今天我喊了一句难，我一个星没有。早上9点到的地方进不去，办手续办1天，晚上手续出来了，司机就因为进屋递给他们一个手机，被狗犬似的喊叫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”乖乖的出去了，要在外边站着等半个多小时。手续办完，检测结果15分钟出来以后，直接上车，封条、车门、窗户全都封上。上厕所怎么办？车里尿可以，拉呢也行。最无语的是尿完拉完，你得放车里瞅着，你连扔你都扔不出去。这是2个大活人呢，不是畜生。吃饭呢不管，我说东西吃没了呢，那你跟我们说不着。我说那也不能饿死吧，那你饿不饿死那就跟我们没关系了。你就记住封条，你动它一点，你看我让不让你走就完了。好一句没有关系啊，我竟无言以对。怎么配合我都能服从，只是想听一句人话都这么难。从昨天到现在，不敢吃喝，怕上厕所，不敢洗脸，水倒不出去。没电不敢开钥匙门，怕一不小心碰到玻璃开关出不去。心里发恨，回家不干了。打听一圈回不去，硬回自费，2个人费用上万。